班机会哦，当个大开伫婚林后背145县道，就请真侪人来遮翕相哦。也毋过游客讲，这条班机会道甲旧年比起来，花是少真侪。县政府表示讲哦，是因为有民众定情，讲树枝大概规4格，所以才进行修正哦。即卖已经要求厂商先暂停，待花谢了才去修正。伫婚林这条往回西里甲后尾的145县道，无前车路边的班机花当日大开，未少游客特别来翕相做纪念。毋过有部分路段的班机花，我车路这边的树尾互人剪掉，看起来淡薄仔怪怪。觉得有点讶异了。以前我在拍的时候，马路这边也是很漂亮的，但是切过之后，马路这边就没有。但是觉得今天花况中间来看是比我往年来看是少了一些的。好啦，安尼修咧是较光大较好。好。嘿，人骑车嘛较袂摔嘞。啊，无影爱危险嘛。班机花一半拢互人剪掉，有游客无法度认同这款做法。毋过附近的民众是真赞成。婚林县府交工局表示，过去伫咧开花期，常常有民众反映会落花落果，影响行车安全，才会安排厂商修正。毋过这摆修正的时间是有较早。他也是稍微修剪一下而已，他没有修得很严重了。那我请他们不要再修了啦。他就是工作的排程的时候，刚好就排到这边哦。这一题他就把它稍微剪一下啊，这个有时候这个厂商真的没有慎思好。交工局表示，目前已经通知厂商暂停修正，等到花期过再来整理，卖通知相关单位针对这个路段加强清理，希望予游客欣赏美景的时阵，卖当顾虑到用路人的安全。记者王伟雄婚林报道。